各位乡亲朋友们，为中足咱咸水目标，完成过关，胜达千秋。咱特别举办咸水目标庆祝建庙350周年庆，以及中华道教完成过关弘道协会的嘉年华会。咱3成会打办了，咱马上正式就要开始。咱要我们演出是台湾400年来近代史阿母王的故事，所以确定啊，各位乡亲伫台面会发现真济咱台南地区的地号名会出现，尤其古早这个地号名啊那称呼，包括高雄、屏东以及中华嘉义的所在，拢会出现伫咱台面，尤其。咱阿母的故事是咱台湾400年来近代史，本来是台湾生活文化一个所依，所以确定了台顶的演员有台语的发音，有国语的发音，有英语的发音，有客家话。确定了台顶有台语，有国语，有客家话，有英语。咱伫舞台左右两边。有准备义务，欢迎大家参观指教。